外消息来关心，最近咱台湾进口卵有增加侪奖金。有一个民众讲，伊伫高雄镇定去买卵，买回去了后，煞卡开，才发现讲卵乃是乌的，伊转向市议员投诉。日前透早，高雄的卫生局有接到通报了后，随去稽查，确定讲即个卖卵的店头卖的是国产卵，产地嘛无问题。 鸦片中民众将卵敲破，内底22000斤的是乌色，而且阁有臭味，闻到实在真冰白。这位民众向高雄市议员陈美甲来检举，市议员嘛公布甲民众对话录音档。这位民众是讲，伊20迄天来到镇定区一间卵店来买卵，24要做料理的时阵，才发现规卵是乌气。至于政府敢有监督食品的安全？市场在做稽查，但是他们却忽略掉了可能传统市场或者是说一般的散装的蛋，它的上源的源头到底有没有好好的去做把关？卫生局接到通报，透早就来到卵店稽查，结果确定卵店卖是国产卵，顶悬阁有 QR code 会当证明卵的来源，嘛有进货单据。也则表示，因伫遮开店50外档，厝边隔壁嘛买遮尔济档，拢无表示买到乌卵，是头一摆拄到这款问题，也则嘛感觉真冤枉。那卫生署他来调查。 来稽查，阮就拢合格啊！来你进来用，都打讲阮有臭蛋，我真正莫名其妙啊！因为阮这来源，规个拢1清二楚伫遮。现场查作业场所贩售蛋品为国产蛋，有鸡蛋溯源标签 QR code 可供溯源，亦可提出进货单据供本局备查。 业者表示，可能是鸡仔受到惊吓，致使生出来卵是血卵，才会造成乌卵的状况。因为进口卵的风波，卫生局表示，这2礼拜已经稽查204间的业者，270件卵品拢是国产卵。卫生局嘛希望感激民众会当提供买卖资料，互因后续追查。记者钟义辉、邱朝勇高雄报道。